许多台湾长者常有这样的经验：早上起床时，腰背僵硬的难以伸直，走几阶楼梯，膝盖立刻发软，甚至只是搬动一袋米，手臂就隐隐作痛。这些看似日常的症状，往往不是单纯的老化，而是骨质正在逐渐流失的讯号。根据卫福部的调查，台湾65岁以上的女性中，将近1/3患有骨质疏松，而70岁以上的男性，将近20%出现骨密度偏低的状况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一旦跌倒，男性的恢复速度往往比女性更慢，甚至死亡率更高。这些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许多家庭可能正面临的隐形危机。我是陈医师，长年治，聊高龄病人的骨质疏松与关节退化。在临床上，我常遇到长辈告诉我，医师，我明明很注意饮食味，什么骨头还是这么脆弱？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有些看似健康的饮食习惯，事实上正在悄悄伤害骨头。在深入探讨之前，请您先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。如果觉得这段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；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那么为什么明明每天都很注意饮食，却还是在伤害骨头呢？答案就在接下来的分享。骨质疏松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不像其他疾病那样有明显症状。很多人以为自己饮食清淡，不吃油腻就是健康，但事实上，许多看似正确的习惯，却可能让骨头越来越脆弱。国民健康署的调查显示，台湾长者普遍钙质摄取不足，每天平均仅达建议量的6到7成，这也是骨密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刘阿妈72岁，住在台北，她一向觉得自己饮食非常规律，少油少盐，几乎不碰肉类，平常多吃青菜和稀饭，她认为这样才是养生。没想到在一次检查中，发现她的骨密度已经远低于同龄平均，这让她十分困惑。我明明吃得很清淡，为什么骨头还是不健康？其实正是因为蛋白质和钙质不足，使她的骨头失去了应有的支撑。刘阿妈的案例告诉我们，错误的饮食观念可能比吃的油腻更可怕。那么哪些常见的习惯正在悄悄偷走我们的骨头呢？第一个就和许多长辈最爱的饮品有关。在台湾，许多长辈几乎离不开一杯茶或咖啡，早上泡一壶茶，中午再来一杯咖啡，下午还要续摊。他们觉得这样提神又解渴，甚至认为茶叶含有抗氧化物质，对健康有益。没错，适量的茶和咖啡确实有好处，但一旦过量，却会对骨骼造成伤害。原因在于咖啡因。研究显示，过量的咖啡因会增加钙质的流失，使得身体无法有效保留骨头所需的养分。卫福部的调查也指出，习惯每天饮用3杯以上浓茶或咖啡的长者，骨密度明显低于一般人。对年轻人来说，或许这个种影响还不明显，但对骨质已经开始流失的高龄者来说，这样的习惯就像在不断抽走骨头里的养分。很多时候长辈会说，我这一辈子都喝茶，身体也没什么问题啊。然而骨质疏松不是1天2天形成的，它往往在数10年间默默累积。当我们真正感受到膝盖无力、腰酸背痛时，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而除了茶与咖啡之外，还有一种饮料，往往在家庭聚会或是和孙子共享时最常出现，它对骨头的危害更大。这种饮料就是许多人熟悉的汽水与含糖碳酸饮料。对于不少长辈来说，偶尔陪孙子喝一罐汽水似乎没什么大不了，但其实碳酸饮料里的磷酸
会干扰钙质的吸收，长期下来让骨头更加脆弱。根据卫福部的研究，每周饮用3次以上碳酸饮料的高龄者，骨密度明显低于不喝的人群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饮料通常含糖量极高，除了增加肥胖与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外，也会间接加速骨质的流失。想象一下，一位阿公在炎热的夏天，开心地和孙子分享冰凉的汽水，这是一幅温馨的画面，但背后却可能埋下长期的健康隐忧。对骨头而言，每一罐看似解渴的饮料，都可能是在偷走骨密度的一小部分。所以我常提醒病人，不是完全不能喝，而是必须严格控制频率和分量。真正想要解渴，其实白开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。那么除了饮料之外，还有哪一个饮食习惯正在加速长者的骨质流失呢？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。说到饮食习惯，许多台湾长辈最难改掉的就是吃得太咸。早餐的咸豆浆，午餐的卤肉饭，晚餐的腌制菜与咸鱼，这些熟悉的滋味虽然满足了味蕾，却在不知不觉中加速了骨质的流失。原因在于钠，当我们摄取过多的盐分，肾脏为了排出多余的钠，会连同钙质一起排出体外，长期下来，身体的钙质就像水桶漏水一样，永远存不住。台大的一项研究指出，饮食中钠含量高的长者，其骨折风险比低钠饮食者高出约20%。这意味着重口味虽然带来片刻的满足，却可能换来骨头的脆弱。很多长者会说，我吃得清淡只是喜欢配点酱菜、咸鱼，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菜，累积起来的盐分，足以让骨头受到伤害。要改善这个问题，从减少咸度、少吃腌制食品开始，就是最直接的改变。不过，盐分过多只是其中一环，还有一个营养素，如果摄取不足，会让骨头失去保护，更容易在跌倒时受伤。这个营养素就是蛋白质。很多人以为蛋白质只是年轻人才需要，长辈吃太多肉会伤肾。但事实上，随着年龄增加，肌肉会逐渐萎缩。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，肌肉无法维持，骨骼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。国民健康署建议，高龄者每日应摄取每公斤体重1至1.2克的蛋白质。以一位60公斤的长者来说，每天至少要有60至72克蛋白质。但现实中，许多长辈的饮食以稀饭、青菜为主，蛋白质的比例远远不够。这不仅导致骨头更脆弱，也让走路时更容易跌倒。补充蛋白治病不困难，豆腐、豆浆、鱼、鸡蛋，甚至是少量瘦肉，都是极好的来源。如果担心肾脏负担，可以在医师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调整摄取量，而不是完全避免。蛋白质不足会让骨骼与肌肉同时衰退，但还有另一种营养素缺乏，会让钙质根本进不了骨头，那就是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就像是打开钙质大门的钥匙，没有它，再多的钙质也无法真正被骨头吸收。可惜的是，在台湾高龄者缺乏维生素 D 的情况相当普遍。国民健康署的调查显示，超过60%的长者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浓度不足。原因很简单戚戚，多数人活动时间短，外出少，加上习惯撑伞、擦防晒，让阳光合成维生素 D 的机会大幅减少。很多病人告诉我，医师，我都有吃钙片，为什么还是会骨质疏松？事实上，若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， 这些钙质就像被锁在门外，根本进不了骨头。长此以往，不仅白白浪费了营养，还会让人误以为自己补得够了。
改善的方法并不困难，每天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晒太阳15到20分钟，就能让身体自然合成维生素 D。同时，多吃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，如蒸鱼、鲑鱼、香菇，也能补充不足。不过，维生素 D 只是把钙带进身体，要让这些钙真正走进骨头，还需要另一个营养素的帮忙，那就是维生素 K2。维生素 K2 在过去常被忽略，但它对骨骼的影响非常关键。它的角色就像一位导引员，负责把血液里的钙质带到正确的位置，去骨头，而不是血管或其他组织。如果缺乏 K2， 钙可能沉积在血管壁上，增加心血管风险，却无法真正强化骨骼。在台湾，许多长者的饮食里缺少这种营养素。事实上 ，K2 存在于一些常见食物中，例如纳豆、起司、蛋黄。日本的研究显示，长期摄取维生素 K2 的高龄者，髋骨骨折的风险显著降低。可惜，因为许多人不习惯纳豆的味道，或是对乳制品兴趣不大，导致 K2 摄取量普遍不足。我常提醒病人，均衡饮食不只是多吃蔬菜水果，而是要确保关键营养素都有摄取。当维生素 D 与 K2 一同作用时，钙才能真正被送进骨头，发挥最大的保护效果。那么，了解了这些饮食上的陷阱之后，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安排每日的餐桌，才能真正守护骨骼呢？既然知道了哪些饮食习惯会偷走骨头，那么该怎么吃才对呢？事实上，不需要复杂的食谱，只要在日常3餐里做些小调整，就能大大改变骨骼的健康。早餐可以用一杯温热的豆浆搭配小鱼钱，既有优质蛋白质，也有丰富的钙质。午餐可以选择豆腐与生绿色蔬菜，例如芥蓝菜或地瓜叶，再加上1份鱼肉，补充维生素 D 与 Omega-3。晚餐则可以安排鲑鱼或蒸鱼，再撒上一些黑芝麻，既美味又能补充钙与维生素 K2。同时要记得少吃腌制食品，减少盐分，尽量避免高糖饮料与过量咖啡因。若真的想喝茶，选择淡茶而非浓茶，并控制在每天1至2杯之内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会成为骨骼最坚实的保护。饮食的调整是守护骨头最基础的一步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决心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那么在结尾，我想送给各位长者几个最重要的提醒。骨质疏松并不是单纯的老化，而是与我们每天的饮食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。过量的茶语、咖啡、碳酸饮料、重咸的食物、蛋白质与维生素不足，这些错误的习惯，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削弱了骨头的力量。但只要能及时调整，透过均衡饮食适量、晒太阳与营养补充，骨骼仍然有机会保持强健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或家人有帮助，请分享给更多朋友，并记得订阅频道与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资讯，一起守护晚年的行动自由。本影片内容仅供参考，不能取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若您或家人有相关困扰，务必寻求专业医疗建议。最后，祝福台湾的每一位长者都能吃得安心，走得稳健，让每一天都充满笑容与自在。